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87集，要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社会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台南市一位退休的老师马秀英，伊所写的《温柔的气味》。真欢喜温柔的气味，这首诗会当得到优胜，互我真欢喜的心情。故乡是我心中的一首歌，不管岁月安怎经过，伊总是安慰着我的心灵。爸母是车约我长大的灵团，毋怕袂记因的温情，想要怀念因的挚爱。所以我改写出来，一首短短诗，有我的思念，也有我的情怀。时间总是无情，我也对一个细细汉的囡仔变成了阿嬷了。我的爸母也已经无伫咧了，咸水游玩真朴素，看来汤厂也人去楼空。不过，在我的心中，永远有一个甜蜜的梦，梦中有爸母的疼痛，有妈祖的慈悲，也有汤厂客糖甜蜜的气味。因永远伴伫我的身边，予我丰富的人生，予我趣味的人生。多谢。咸水港月灯桥边风微微，阿母讲经过妈祖公庙爱求保庇，拜拜哥啊好滋味。北漳溪南边换来汤厂烟筒分上天，阿爸认真做工去，伊叫阮读册爱有记忆。小火车铁机路，5分车无用试试，甘蔗挑甲满满时，送入会社客糖外销好趁钱，互阮过着好日子。阿爸阿母温柔的声音，刻伫阮的耳孔边。故乡温柔的气味，是阮幸福的记忆。说入去，咱邀请这届评审委员林凤珠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我即摆来讲温柔的气味，我伫咧选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爱台语的白话，句爱顺，哈。第二，台语的用词爱落尽量哈。
第三，伊上好有押韵，伊爱有押韵。我知影讲有的人，主张讲毋免押韵，但是若我选诗的要求，我主张爱押韵。为什么？因为自古早到将士的诗，若是诗甲词，无一首无押韵的。啥物时阵无押韵？迄是民国初年一寡迄个国语语气写的现代诗，迄无押韵迄是迄含台语诗无共那台语诗、台语歌，你甲看，第一首无押韵的。所以我咧选诗，爱有一个条件，你上好押韵。你若无押韵，你做甲互我会当甲你选，那你迄首足成功。那伊即首温柔的气味，伊押韵押甲足在。押甲足好，一句一句啥人咧读伊的诗，最后伊是要讲，其实故乡就是伊温柔的气味，阿爸阿母的声嘛是伊温柔的气味，迄是伊的记忆。咸水港月亭桥边，风微微。阿母讲，经过妈祖金庙，爱求保庇，拜拜的糕仔好滋味。北漳溪南边，换来汤厂，烟筒熏上天。阿爸认真做工去，叫阮读册爱有记忆。小火车铁骑路，5分仔车无用试试。甘蔗贴甲满满时，送入会社，客堂外销好趁钱，互阮过好日子。阿爸阿母温柔的声音刻伫耳边，故乡温柔的气味是阮幸福的记忆。咱的即届的现代台语诗的创作比赛，有挂一个指定现代台语诗。那安尼的话，即个主题就爱落，就讲台语的口气爱落。这袂使是北京话的口气入入台语诗，安尼就无符合规定。那因为伊这安头到尾你拢会当用台语甲念出来。这台语的迄个白话，这第一伊有符合这个条件。第二就是讲伊有台语的用词。台湾人咱家己咧讲的一寡话，比如讲无用试试啦，贴甲满满是啦，满满是，这拢咱台语的这用词。像讲迄个第一句的咸水港月亭桥，风微微咸水港月亭桥边风微微安尼这拢是咱台语的口气然后伊的铺排，伊嘛介水，伊的铺排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甲你引入来，引入来，到尾，其实伊是干那要甲你讲啥？阿爸阿母温柔的声音刻伫耳边。为什么？因为伊头前有甲你讲阿母讲经过妈祖金庙，爱求保庇拜拜的糕仔好滋味伊有安尼，阿母曾经讲过这个话。那当然嘛，阿爸甲交代，你爱好好读册伊伫上界尾仔句，这足有力。伊讲阿爸阿母温柔的声音，刻伫旁边故乡温柔的气味，是阮幸福的记忆。这非常有力。这等于拍倒转，就是将题目搁再讲一届。那整个内底迄个也非常的完整。阿爸阿母温柔的声音，刻伫阮的耳旁边。故乡温柔的气味，是阮幸福的记忆。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马秀英老师写诗，林凤珠老师讲评，专门去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回再继续空中再会。
拜。